小天鹅。天！这种。各种这个等下。不应该包夹，全木。叫那个我找了一家很。别了，找那个了长大了，我想想。接了，我找了些点。我讲那句，我找了些点哈。接了，你好搞几样了？那是叫我小少。对，那没杀到。问到了。你了，老弟主要找别人。我小少。拜。那等这么不成年了，我就看啊。呀，那大一点，干了。小给俺说。解决了。